林妹妹，今天是从古到今天上圣节，是第一件诚心满意的事。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来自越剧海外联盟的王雅梅。我非常荣幸这次能参与2022传承杯越剧折子戏的汇演，我也非常期待和来自加拿大、美国各地的越剧名家们的精彩演出。我在此由衷祝贺2022越剧传承杯折子戏取得圆满的成功。我也期待您的到来，为我们传承文化艺术喝彩加油！谢谢。